歡迎收睇太陽能報章及出版社中九龍繞道巴士服務分析同改善建議。喺本社頻道入面，中九龍繞道只油麻地至九龍灣一段隧道，而九龍灣至茶果嶺一段，本社稱之為九龍灣繞道隧道。上一集我哋分析過中九龍繞道嘅定線同分流效果，今次我哋講一講中九龍幹線嘅巴士服務。2025年中九龍繞道通車後，有下列新路線途經新路。九巴有 33X 來往荃灣西及油塘，城巴開辦 A28X 經呢條繞道，同時九巴將多個往返大西北及觀塘商貿區嘅路線，即 252S、258X、259X、259S、268A、269S 改經新路。翌年3月，九巴 X6C 西行亦改行呢條繞道，順便接駁柯士甸站及西九龍站。喺上年計劃中，城巴795將會喺九龍灣隧道通車後改行全段6號幹線。咁，改經中九龍繞道嘅巴士線，客量有冇改善？據網民留言，往返大西北及觀塘商貿區嘅路線，客量都有改善。A28X 客量都唔錯，不過由於 A28X 途經日出康城，對將軍澳南嚟講，速度冇比 A28 快好多。X6C 新增咗接駁柯士甸站及西九龍站嘅乘客，客量有改善。但 33X 首日有頂閘情況，但係大部分嘅乘客都係巴士迷或者道路迷。33X 速度同有限度停站嘅33幾乎冇分別，但貴4蚊，實在唔值得。本社建議 33X 減少同33重疊，改為服務新地區，經荃景圍延長至荃灣麗城花園，改經啟德醫院而唔入九龍灣。正如上集提到，往返新界西及九龍東行中九龍繞道未必比行龍翔道快。龍翔道自己本身冇燈口，令巴士可以唔停站或者有限停站快速行駛。明顯嘅例子有 X42P 同彰荃線，巴士亦可以選擇喺龍翔道停所有站，增加客源，但唔會好慢。未來官方巴士計劃本年度路線計劃中有 234D 改經中九龍繞道之建議，但是鑽石山、黃大仙乘客被迫改用較慢的 234C。既然 234D 車程不會因而快速了，那根本不應強行改。X42C 增設經中九龍幹線的班次，同樣道理，不見得有需要。到時最需要改行中九龍要入的49和 49E 只有 49E 改來回一班，其餘班次繼續經佐敦。真不明白九巴的頭腦。290E 當然是改經中九龍繞道嘅最佳路線，在本年度路線計劃中已經有相關建議，可是九巴不加價嗎？延長至愉景新城即可變成15元一程，九巴連 33X 也收貴了，何況去更遠的290E？而795呢？我相信車程不會因而快速了，反正死亡交叉不再大塞車了，而且新走線會放棄麗港城乘客，不過會多了接駁柯士甸站及西九龍站的乘客，所以打和。本社亦有自己嘅意見。我哋認為，配合其他路線改動，以下路線可改經中九龍繞道。九巴13尚未開辦的班次，配合 213D 改為往安達臣，現時平日4班車將維持現狀，改稱 13A。W2 改為循環來往觀塘區及尖沙咀。296D 往九龍方向，並考慮延長至康城花園。詳細內容之後會發放影片公佈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多謝收睇。